如果有一日你嘅現任女友同你嘅前妻坐喺同一個場館入面，而你就要喺台上唱歌俾佢哋聽，仲要面對幾萬人嘅目光，你會係咩心情？係驚到腳軟，定係型到爆裂？今日我哋要講嘅主角就係由細型到大，由叛逆少年變成廚神暖男嘅謝霆鋒。而這場發生喺2025年紅磡體育館嘅風行天下25周年演唱會，定要載入香港娛樂圈嘅史冊，因為這一晚不僅僅係音樂嘅盛宴，更加係一場跨越1/4個世紀嘅愛恨情仇大結局。準備好你哋嘅花生同啤酒未？我哋即刻入正題。2025年嘅香港紅磡體育館，燈光璀璨，人聲鼎沸，呢度承載咗無數巨星嘅夢想。但係今晚嘅氣氛詭異得嚟，又充滿住一種令人窒息嘅興奮。點解咁講？因為今晚個台上面企住嘅係謝霆鋒，而台下面最黃金、最顯眼嘅 VIP 席位，竟然同時出現咗兩個女人，王菲同張柏芝。你冇聽錯，真係世紀同框。傳媒嘅長槍短炮根本唔死瞄準台上，全部對準晒第一排。大家試下想象嗰個畫面。張柏芝今晚着住一條火紅色嘅 Valentino 露肩長裙，紮住條高馬尾，成個人 sharp 到不得了，好似一團火咁。佢身邊坐住幾個名媛朋友，全程有講有笑，手舞足蹈，甚至喺謝霆鋒唱快歌嘅時候，佢仲企身揮舞熒光棒，嗰種宣示主權嘅姿態，真係隔住個網都感覺得到。而坐喺距離佢唔遠處，大概隔咗5-6個身位嘅，就係王菲。王菲今晚嘅打扮就完全係另一個極端，一身簡約嘅實練黑色西裝，標誌性嘅短髮，臉上面戴住個大大嘅黑超，就算入咗室內都冇除非，成個人酷到跌渣。佢全程只係靜靜地坐喺度，神情淡然，偶爾聽到某一兩句歌詞，先會跟住輕輕點下頭，或者稍微擺動下身體，一紅一黑，一動一靜，這簡直就係紅玫瑰與白玫瑰嘅現實版。這一幕嘅張力簡直大過台上嘅任何特效。當時現場嘅氣氛係點樣嘅呢？有在場嘅觀眾後來爆料話，只要鏡頭一掃到呢兩個女人，全場就會發出一陣奇怪嘅起哄聲。特別係當謝霆鋒唱到嗰首因為愛所以愛嘅時候，大屏幕好死唔死，竟然切換咗2000年佢同王菲喺酒吧門口世紀拖手嘅舊相。跟住下一秒又切換到佢同張柏芝當年喺菲律賓小島求婚嘅畫面。導演組呢個操作簡直係驗命長，擺明係要搞事。就在這一刻，有眼利嘅記者捕捉到，原本一直面無表情嘅王菲突然側過身同身邊嘅助理低聲講咗幾句說話，眉頭皺咗一下，神情嚴肅。這一幕即刻被解讀成天后不滿，甚至有傳聞話佢想起身離場。而另一邊廂嘅張柏芝見到大屏幕上嘅畫面，竟然眼泛淚光，拎起手機不停影相，仿佛喺度緬懷緊某段逝去嘅青春。演唱會結束之後，紅館外圍簡直係被記者圍到水不通。大家最關心嘅唔係謝霆鋒唱得好唔好聽，而係這兩位天后到底有咩反應。王菲一向惜字如金，面對幾十個咪牌對到埋面，佢只係淡淡地回應咗8個字。唱歌唔錯，做人隨緣。哇！這8個字一出，網上即刻炸開咗喎。各路情感專家、微表情分析師通通出動。有人話唱歌唔錯係肯定謝霆鋒嘅專業能力，做人隨緣就係暗串張柏芝太過刻意、太過用力。畢竟感情呢樣嘢係你嘅就係你嘅，唔係你嘅，強求都冇用。但係張柏芝又點會係省油嘅燈呢？佢轉個頭就喺社交媒體上發咗張同兩個仔食宵夜嘅相，配文話：我屋企個仔都覺得我喺 KTV 好厲害，做人最緊要開心，媽咪永遠係你哋最強嘅後盾。高招啊，真係高招！第一句回應咗王菲嘅唱歌唔錯，暗示自己雖然唔係專業歌手，但在仔女心目中就係歌后。第二句做人最緊要開心係 TVB 式嘅哲理，顯得自己大度。第三句才係必殺技，強調自己母親嘅身份。這一點係佢同謝霆鋒之間永遠斬唔斷嘅血緣紐帶，亦係佢手上最大嘅王牌。其實喺這場世紀同框發生之前，
成個香港娛樂圈已經係山雨欲來風滿樓。早4月初，謝霆鋒宣要開這場 Evolution Live 風行天下25週年演唱會嘅時候，成個市場已經癲咗，票價定到1萬蚊一張，仲要係有錢都買唔到。預售當日，平台預約人數突破100萬，優先購票通道開啟30秒就全部售罄。這唔單止係人氣嘅證明，更加係一種情懷嘅變現。連謝霆鋒嘅親生阿媽拉姑都喺接受電台訪問嗰陣大呻，我自己都無飛啊！個衰仔話佢自己都搶唔到。英皇嘅金牌經理人霍汶希 Money 更加係喺微博發文求救，話電話被朋友打爆，全部都係嚟要飛嘅。二手交易平台上，一張原本1萬蚊嘅 VIP 飛被炒到過百萬，升值120倍。面對這種亂象，謝霆鋒最後不得不喺情人節當日宣加開場次，仲親自拍片呼籲粉絲抵制黃牛，仲私人自掏腰包抽咗20張飛送俾跟咗佢20年嘅忠實歌迷。這波操作又贏盡咗民心。講返演唱會當晚，其實除咗台下嘅暗戰，台上嘅演出本身都充滿咗故事。謝霆鋒今次係素顏登場，一件簡單嘅背心，露出一身結實嘅肌肉。雖然已經40幾歲，但係嗰種少年感依然爆棚。佢一連唱咗29首金曲，由出道作《壞習慣》唱到《活住 Viva》，全場幾萬人大合唱，個場館頂都要被掀翻。但係最令人動容嘅係安歌環節，當時全場燈光熄滅，只剩下一束追光打喺舞台中央。謝霆鋒抱住吉他，清唱咗一段《玉蝴蝶》。大家都知道《玉蝴蝶》這首歌係當年謝霆鋒寫俾王菲嘅定情信物，歌詞入面嗰句戀後愛前，簡直係佢哋這段感情最好嘅腳。唱這首歌嘅時候，謝霆鋒嘅聲音有啲哽咽，佢微微抬頭望向 VIP 席，雖然戴住墨鏡睇唔清眼神，但係嗰種心情真係呃唔到人。台下有女粉絲舉住風飛泳嘅燈牌，鏡頭捕捉到謝霆鋒見到之後，嘴角微微上揚，搖咗搖頭，似係無奈，又似係一種歷盡千帆之後嘅釋懷。但係高潮並未就此結束。如果話玉蝴蝶係俾王菲嘅，咁接下來發生嘅事就係俾張柏芝同2個仔嘅。就喺唱完謝謝你的愛1999之後，舞台突然升起，張柏芝竟然真係上咗台。這一下全場靜過太空，大家都以為自己眼花。張柏芝眼含淚光，拎起麥克風，無伴奏之下唱咗幾句佢嘅新歌《我多想再原諒你一次》。這首歌嘅歌詞好直白，字字句句都好似係喺度控訴，又好似係喺度懺悔。鏡頭數到 VIPO， 大仔 Lucas 同細仔 Quintus 已經喊到收唔聲，特別係 Lucas， 今年已經18歲，長得高大威猛，同後生嗰陣嘅謝霆鋒簡直一模一樣。但此刻佢喊到膊頭抽搐，而坐喺佢哋隔籬嘅係一直視如己出照顧佢哋嘅拉姑，同埋戴住墨鏡依然難掩激動嘅四哥謝賢。這時候謝霆鋒放低咗手中嘅吉他，衝上前去，無任何猶豫，伸手攙扶住有啲步履不穩嘅張柏芝。兩人對望嗰一眼，包含咗太多嘢，有當年嘅甜蜜，有離婚時嘅決絕，有多年來嘅怨懟，亦有為了仔女而達成嘅和解。全場爆發出驚人嘅尖叫聲，甚至有粉絲大叫復婚。Lucas 同 Quintus 見到父母喺台上嘅互動，終於忍唔住，不顧保安嘅阻攔，衝上舞台。一家4口喺幾萬人嘅見證下，緊緊擁抱喺一齊。這一刻，無論係支持風飛戀嘅，定係支持風之戀嘅，都忍唔住眼濕濕。這唔係一場 show， 這係一個破碎家庭用咗10幾年時間，終於拼湊返一塊完整拼圖嘅瞬間。有前排粉絲影到高清相，謝霆鋒擁抱嘅時候，下巴輕輕抵住張柏芝嘅額頭，而張柏芝嘅手死死抓住謝霆鋒嘅手臂，抓到西裝都皺晒，好似驚一放手，這一切就會消失咁。呢個時候，鏡頭好殘忍地切換到王菲，只見佢臉色結青，嘴唇緊閉，身邊嘅好姊妹那英死死按住佢隻手，似係安撫，又似係阻止佢發作。這一幕真係修羅場中嘅修羅場，一邊係一家團聚嘅溫情，
一邊係現任女友嘅尷尬。謝霆鋒這碗水真係唔易端。更加令人意想唔到嘅係喺隨後臨時增加嘅 talk 環節，張柏芝竟然爆出咗一個驚天秘密。佢話其實喺 Quintus 3歲嗰年，佢曾經偷偷帶住個仔去探謝霆鋒班。當時謝霆鋒拍緊電影《怒火》，打到周身傷。當謝霆鋒拍完一場爆破戲，成面灰塵咁行過嚟，發現佢哋母子縮喺角落頭嗰陣，呢個鐵漢竟然當場落淚。佢抱住細細粒嘅 Quintus， 講咗一句爸爸對唔住你。張柏芝話就係嗰一刻，佢知道無論佢哋之間發生過乜事，這份血濃於水嘅親情係永遠切不斷嘅。佢仲話佢哋其實都等緊對方開口講一聲對不起，結果這一等就等咗10幾年。台下即刻有人起哄叫謝霆鋒求婚，謝霆鋒聽完笑住搖頭，冇正面回應，但係佢握住張柏芝隻手就一直冇放開過。演唱會結束之後，網上更加係流出咗一段所謂嘅後台父子洗澡視頻。其實呢段片唔係大家諗得咁不雅，而係一段非常溫馨嘅生活片段。據知情人士透露，係謝霆鋒喺後台淋浴間幫2個仔洗頭。視頻入面，父子3人逼喺狹窄嘅淋浴間，一邊水一邊合唱，因為愛所以愛。Lucas 仲好調皮咁將洗頭水嘅泡沫抹喺爸爸個頭度，整到謝霆鋒成個聖誕老人咁。Quintus 就喺後面幫爸爸擦背。網友睇完這段片紛紛留言：這邊係那個冷酷嘅天王巨星，根本就係一個最普通、最渴望家庭溫暖嘅爸爸。原來謝霆鋒笑得咁開心，係同仔女喺埋一齊嘅時候。這段片嘅流出，徹底洗脫咗謝霆鋒多年來被指責不顧家、只顧拍拖嘅負面形象，令佢嘅好爸爸人設即刻立反起嚟。與此同時，謝霆鋒個妹謝婷婷都喺 IG 發咗個限時動態，雖然無指名道姓，但意有所指。佢 post 咗一張當年風姿大婚嘅舊相，配文話：有啲人唔珍惜嘅嘢，喺其他人眼中係失而復得嘅珍寶。這句話被解讀成係串緊王菲唔識得珍惜家庭，又或者係暗示哥哥同前嫂子嘅關係已經破冰。而拉姑更加係無避忌，佢點讚咗所有關於風姿復合嘅新聞同貼文，仲被爆出私底下發語音俾張柏芝：新抱仔，今晚返嚟食飯啦，爸爸親自燉咗靚湯等你。這段語音唔知點解被張柏芝唔小心喺直播嗰陣外放咗出嚟。雖然佢即刻刪咗，但已經被幾百萬網友聽得一清二楚。謝家長輩嘅態度已經好明顯，佢哋係舉雙手贊成這個家完整返。這場風波引發嘅蝴蝶效應遠遠超出咗娛樂圈嘅範疇，商業市場即刻有反應。謝霆鋒代言嘅某個珠寶品牌連夜撤換廣告，換上咗一款名為風靡嘅情侶對戒海報，雖然冇明講係邊個，但係個設計概念同當年謝霆鋒送俾張柏芝嘅婚戒驚人地相似。張柏芝嘅直播帶貨更加係瘋狂，觀看人數暴漲500萬。佢推銷嘅每一款產品都秒殺，大家都係抱住一種食花生同埋支持單親媽媽嘅心態去買嘢。連綜藝節目《披荊斬棘的哥哥》第3季都火速向謝霆鋒發出邀約，甚至有傳聞話節目組想邀請張柏芝做踢館嘉賓。如果真係成事，收視率肯定爆燈。但係喺這場熱鬧嘅背後，其實隱藏住令人心酸嘅一面。香港知名兒童心理專家李敏花博士就發出警告，佢指出名人子女承受嘅壓力係常人無法想象嘅。Lucas 早幾年嘅逃學記錄， Quintus 曾經表現出嚟嘅社交恐懼症，甚至係王菲個女竇靖童一度嘅半夜紋身，其實都係名人子女創傷症候群嘅表現。有數據顯示，離異家庭嘅星二代喺社交媒體上被網絡霸凌嘅幾率高達73%。網民一句無心嘅說話，比如你老豆唔要你啦，你阿媽係棄子，對於一個心智未成熟嘅小朋友嚟講，係幾咁大嘅傷害。據 Quintus 嘅學校老師透露， Quintus 曾經喺一篇作文《我的家》入面寫過這一段說話。每次電視上播出爸爸同王菲阿姨嘅新聞，媽媽就會突然話要帶我哋去旅行，或者沒收我哋部 iPad。後來我先知道，
佢只係唔想我哋睇到那些畫面，唔想我哋唔開心。其實我嘅夢想好簡單，唔係做大明星，亦唔係考入哈佛，我只係想全家人可以齊齊整整坐低食餐火鍋。這篇作文被同學家長影低放上網，即刻衝上微博熱搜，無數網友睇完都話心酸，覺得大人嘅恩怨真係唔應該有小朋友去埋單。張柏芝睇到熱搜之後，即刻請假帶住2個仔飛去北海道散心，想避開這場輿論風暴。而另一邊廂，王菲嘅反應亦都好耐人尋味。有傳聞話，當晚演唱會之後，竇靖童喺北京一間小酒館即興演出，將王菲嘅經典名曲《紅豆》改編得面目全非，唱得聲嘶力竭，唱到最後甚至激動到砸碎咗手中嘅吉他，怒敲咗一句：有啲人根本唔配被原諒。雖然冇講係邊個，但係大家都估到係講緊邊個。王菲嘅經紀人陳家英隨後緊急約談心理醫生，似乎係擔心阿菲嘅情緒狀態。有狗仔隊影到王菲喺北京嘅別墅露台，成晚都着燈，佢一個人拎住杯紅酒，望住個天光坐到天光。其實翻查2023年嘅一份保密法庭記錄，原來張柏芝曾經一度考慮申請完全監護權，禁止謝霆鋒探視。當時嘅理由係謝霆鋒連續缺席咗 Lucas 嘅畢業典禮同 Quintus 嘅生日會等重要場合，張柏芝覺得佢無盡到父親嘅責任。當時法官訓斥咗雙方，話父母嘅陪伴係任何金錢都彌補唔到嘅。最後係拉姑跪地求情，張柏芝先心軟撤銷咗這個動議。家庭教育專家嚴淑花就痛斥，這唔係愛情，這是用小朋友嘅眼淚嚟裝飾大人嘅夢。你哋分分合合好精彩，但係小朋友嘅童年只有一次，錯過咗就係錯過咗。故事發展到呢度，似乎仲未有結局。心理學專家分析話，風之複合嘅可能性其實非常大，因為遺憾效應，雙方當年離婚離得太倉促，好多心結未解，這種執念隨住時間推移，反而會加深。加上謝霆鋒今年宣會停工半年，專注家庭生活，這無疑係一個修補關係嘅黃金時機。關鍵就睇接下來嘅48小時，謝霆鋒會唔會被影到出現喺張柏芝下榻嘅酒店，或者佢哋會唔會真係如傳聞所講，一家4口去旅行。最後，我想同大家講嘅係，無論係謝霆鋒、王菲定係張柏芝，佢哋這段持續咗20幾年嘅三角關係，早就已經成為咗我哋這一代人集體記憶嘅一部分。我哋睇住佢哋相愛、分開、結婚、離婚、再復合，就好似睇住自己嘅青春一樣。深水埗街頭有個78歲嘅鄭婆婆，接受街訪嗰陣好激動咁話：我睇住佢哋大㗎，養大5個小朋友都冇佢哋咁煩，唔該唔好再拿小朋友當道具啦。做人父母要有責任感㗎。這句話雖然粗俗，但係講出咗好多人嘅心聲。在這個娛樂至上嘅時代，公眾人物嘅私生活究竟應該被討論到咩程度？媒體、觀眾同當事人之間嘅界限又喺邊度？這場演唱會嘅世紀同框留俾我哋嘅思考，遠遠多過八卦本身。或許佢哋3個都係這場人生大戲入面嘅受害者，又或者佢哋都樂在其中。但無論如何，請放過啲細路，俾佢哋一個安靜成長嘅空間。好啦，今日嘅節目就講到呢度。你係支持風飛戀繼續行落去，定係希望風之破鏡重圓一家團聚？歡迎喺評論區留言話俾我知。如果你中意我哋嘅影片，記得點讚、訂閱、開啟小鈴鐺。我哋下期再見，拜拜。